天哪，美丽的，講起暗歡喜啦。哎，你的閃光都在國際發呢。哎，哦，知道了，高老師咬到了。小來，觀眾朋友看，想要看你識表，看你識表。你識表唔有說？嘿，沒有。冲天。哎呦，嘿嘿，三五六那衝啊，心都開喲，莫將各位心爽，鬧熱到你腿，鬧熱衝下來呀！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鳳姑啊。來，今天大家好，哎呦那一包周末 Q 要 open 你做公呀，哎呀，這個你花招很多。對，不，這個就是要這個創意嘛。哦，沒對啊，就是要臨機嘛。係嘛，沒尤其喺 TP 機巴嘛，機動性，係咪？機動性哦。後日做係半夜班啊，半夜班，對啊，中秋節。那迪啊，對啊，滿街都在烤肉了。有熱餅好食嘞。係啊，熱餅還馬該弄人家食嘞，吃配牛啊，哦，烤肉啊，烤牛啊，烤肉也不要吃你太多。還不會吃熱餅哦？哎，會啊，好食的熱餅還能當好食啦。哦，真的哦。對啊。哦，冇好食熱餅你咩？聽到人送誒。哦，咩？送人冇食得咩快樂，嘿，對嘛啊？係啊，但是烤肉冇食很多啦。哦，嘿。係啊，因為烤嘅東西。其實都吃得嘟嘟好就好。嘟嘟好，是要被消化了。重點係根本嘢愛帶來 TP 機吧， TP 機吧半夜班批判大家個。TP 機吧，睇下先好看嘅。係啊，真好看嘅。係啊，比賽行啊好看。係，因為好教嘅。好教。係，分咗兩區嚟比賽。係咪？係嘛？係啊，兩區。當然都中央差唔多啊。唔免鬧熱吹。同意下要乜嘅吹？就唔免鬧熱吹，做擂台吹嘛。哎呦，錯啦呢！哎呦，係啊。係啊。這對唔可以乜嘅時風吹、吉那吹嘛。唔會。係嘛？哦，對嘛。係啊，一天咧鬧熱吹，擂台吹。兩吹係嘛？對。啊，先介紹啦，兩吹出來。好，來。先嚟歡迎鬧熱吹，蔡家庭那邊，哎呦，劉永先生，蔡德鵬，哎呀，朱鵬娟，哦，還有小蘭，小蘭又來咧，麻煩恭喜新年快樂。哎呀，過一。呀，半夜班，去到那邊做嘛？我們先回家，趕緊顯功了哈。把阿媽先帶回家。我這邊是有吸引力的。啊，你對他有吸引力。好的。我提供了，很不錯啦。對，係啊，就中央五集合，看到羅哥就集合過來，下過來。我接下來要介紹我的粉絲們了。啊，我的剛剛你介紹，現在你的話我來幫你介紹。好，做的，你講啊。哎呀，你講啊。你還是自己介紹哈。好了，舞台劇拉分鐘。好了。耶，馮心怡。哎呦，馮心怡上咗一首語氣冇衝哦。你話冇衝。彭一軍，彭樂翔，還有槍體歸欣賞，耶！欣賞後。對。哇！哎呦，今日誒都睇下非常熟悉啊。非常熟悉誒。客家嘅歌數。好朋友嘅，有啲係歌數啦，有啲唔係非常好聽啦。哎呀，你看，德武很久不見了咧。哎呀，最近都叫我冇看到啊。發展都挺好咧，不屑。冇啊，你下在台北啊？台北啊？台北做乜嘅？講做條路啊。哦，做條路。今年我要做轉型啊。我都出轉型嘛。你放轉型？出乜轉型嘛？你放轉型咧哦？係啊，今年啊。行業嗎？行業。哦，這個做錢係嘛？係啊。這個做錢啦。這個下創作下詞老 Q。哇，創作垂直呢？哎呦，創作歌手啦！大劉哥為什麼要破音？不知道破音。哎呀，對，平均要出作品啦。哦，冇錢出。你都識得滾水嗎？唔，假期。哦，你這台灣冇做嘛？你是要出家啊？係不是？
还是你是走那个？天气热啊，对。哦，天使夜啦，你看那种文青风那种感觉。真的嘞，根本演不出来嘞。哎呀，阿小兰你不妨哦。这个常餐的。然后下片来不中。哎，那你不是要叫我仿，你又过来呗？奇怪，我以为你真的不仿。叫我仿。啊，那就算了哈。哎呦，来文俊给小200，哎，来文俊，高位就有记啦，哈，还有讲心意啊。你刚刚说他为什么变得不一样？他就因为我觉得他财库越来越大。你别扯哎，哪有啦？没有啦。没有修容吧？你们很快。你变得比较有贵气，贵气。可以来比对一下收下巴的厚度来。下巴双下，好平，好双下巴。来下2线，有啦，哦，美心意、冯阳、彭一斌。你没皮了哎。係啊。沒過落去。彭一斌哦。嗯。哦，一槍有呢。有了，一類也有財庫哎。他有鬍鬚，看起來好一點。對，我老師。這是最好留個鬍子哎。對啊，看起來比較瘦啊。哦，真的嗎？是啊。有差嗎？有啊。啊，你有冇留？啊，你看伊個動車咧。留皮了呀，摸啊。對啊，就留起來就這裡一點點。哦，那看起來太猥褻還是不要？我曾經留到我媽受不了，說真的哦。你係剃掉好冇？做乜呢？你剃掉好冇？有同這些嘛？同這種不可發生乜個事情。別！哦，恐龍偶像。對，啊，導演導哎，提過欣賞，哎呦，提過欣賞，今晚同人你聽得到呢？他們說的，我們的遊戲有一些蠻低俗的哦，說的哦。盡量。盡量了哈。我們的節目有高俗過嗎？高尚過嗎？好像沒有啊。沒有，就是相當親民啊，哎。哎，我們這個不能這樣子。哎，然後奎斯告當然要有士氣嘛，對不對？這三個都問過了。仙沒有問到啊。哦，沒問到。仙哦。我今年就是要結婚了。沒啦，一痛數。沒出唱片。沒有去讀書。16歲時間成功了。成功呀！哎呀。你屌絲呀，這年勁大贏。跟他們出尿片啊？出乜尿片？買出唱片呢？而家出唱片，我想話打槍槍咯。哦。買那邊咪印度行啊？做得同我聽買嘛？係講係出唱片嘅話。攞你聽買啊？做得嘛？有啊，做得哈。你哪一次？聽唱唔是，聽買就好。你哪一次從不買？做得嘛？對呀。做得哈，係500種不買。後來。哎，可是以前呐，我必須就是要對呼啦。對呼有嗎？有準備嗎？有啊。有準備，好來。有啊。喊一下。預備備。3、4，農業大擂台，分數天下來，農業大擂台，獎品獎獎來。我覺得擂台好吃虧哦，哎，你的節目就有農業大擂台啊。係啊。對啊。人家可以重複啊。但是我們就算在後面被打，也不一定會反敗為勝，是不是？贏面也是很大，你們加養。好來啊。然後我們擂台吹啊，好，對呼來一下。來啊。3、4，擂台阿貴，阿貴，擂台阿貴，貴。擂台阿貴。對。追蹤阿貴欣賞啊。擂台阿貴。哦，阿貴咯，我撈擂台。阿貴咧企出來啊！阿貴係同江香係送個阿貴嘛。哦，我撈擂台吹啲賣貴啊。係啊。不做得啦，不做得啦。你馬上一看就高下立判了，對不對？難講啊，我們這邊多強啊，對吧？我們現在是預約儲備實力啊。對，來，這邊搞遊戲，當簡單，大家全部搞過來啊！贏的可能有1萬膠。1萬膠。好嘞，搞。好嘞，哎呀，這單元很多，三國菜國王。
团歌王要做的。团歌王要做的。哎呀，用三太跳来唱出歌词。还有三太跳。你的来宾唱到歌词哦，伊头前有冇有戏啦？有打那个画片啊，帮你变歌了，就做的非常问题。小时候我们常玩啊，这种。有这个哦，这打标的呀，俺冇呢。打标的怎么冇啦？俺冇搞过啊，标的嘛个。你这好长。系啊。都市行冇用用啊。就会讲那个咸阳跟研究在非他高明。对，他对就得服内。反正就按我有枪一笔出来演唱啦。个吹开吹一撒。一撒代表，祈祷给大家好嘛。祈祷两片，先唱俺那个擂台吹哦，恐龙先啊，龙也吹嘛啥？哦，来，彭军。彭军哦，我们先来邀请啊 TV 啊隆重掌声来欢迎你的恰奇国先生同你出题。好嘞。奇国阿贵。阿贵呢？阿贵基本人呢？一条啊，就用老山歌来唱一条流行歌曲。看一下就弹得出来，按照乜嘅歌？流行歌嘅歌詞啊，好嘛？哎呦，老山歌。嘿。林暗夜人漸熱，幾吹絲床有限時間，總愛行過來。有啦，有啊，动听的欣赏，好厉害哦！这个歌可以让你过多呢，厉害。过多可能我吃到演唱可能唔掂啊，过的。好，我赤脚用念的念出来，他只个教100。好来好。林暗夜人漸人嘅菜市場，有限時間總愛行歌。不是行歌。不要誤導，不要誤導。人的菜市場，有限時間總愛行歌。好嘞，好，先去翻，好來。來，過一百。翻過的就會來，啪啊，啪過的就會打，好。好，要嘞，唔該。好嘞，平均唔先。乜解講？行歌。行歌好，舞蹈成功哎！前輩，馬介，你講應該翻作。就是我旁邊最漂亮的人。還好你不要比左手，我知道打你了。答對了啦哦！你用安尼山歌咧表演吼，真係睇下我想唔起來。想唔起來。我都會想唔起來。真的。你咁樣嗌歌詞。哇！你可能是然後唐先生唱啊用。你用老山歌唱一遍看。有辦法。林南呀你將你菜市場有限時間。總會行歌。哇，你用做的呢？後堂。哦，後堂哦。啊，那糖鹽班的好嘛？鹽班的。哎呀，鹽班啊，吃到唔是蔥的啊。唔是蔥的啊。哎呀，肉山狗會拌，好，等你蔥，這條不要吃了。蔥一下啦。聽的是一夢一世的快樂又漫長，你最瞬嘅笑容，化作愛心灌注上暖嘅力量，偏愛行過，讓人生個個太大，有你有愛，一家人嘅繁瑣，比雲煙天邊。
主嘅秘密，上来係黏黏嘅幸福。哎呦，欣賞與後台。好大，兩個下個嘅呢，係，會做得好。結果唔自家過唔啲啊，冇，絕對唔會做老成功。當然啲啊，寫得兩個唔啲。貴多人他個唔啲啦。哦，恭喜哦！答對了。呂特區他對1分。好了，現在第二題了。第一題我用3個字啊，唱 K 過欣賞，張來吹一題。好了，吹一題，來。OK 哦。兩個一老一少哈，來。這是了結那美麗特講起暗歡喜那，愛幸福到了半太間，都染了一片那。而家前面加衝英文啦，加咩英文？加英文還就衝英文啦。Just get married，講出來了啦。哦，好啦，哎呦，等一下，我先把這個放起來哈。哎呀，所以呢，那個體式青苔的哦，條下係唔係彈唔出來？好來，你就哈格里西，反正衝過去，誰先翻開，好不好？萬一先變開了，就搶答。就衝他來啊！好了，來，預備起。好，加油，呂特區，加油！哎呦，太穩重，哦，太穩重，馬一個哎，來，回去。來，馬一個。Get married，新婚快樂，幸福快樂。答對了。真係講衝100嘛，真係講衝100，佢記唔住東上一空呢。沒，佢要用3個啊，我真是我沒拉分，我就可能來。我知道動力會，你講衝100做的嘛？一聲音可能聽100衝英文啊。轉是了，天哪，美麗的，講起暗歡喜那。愛恨了福那多半太假，係半咧半太假，都染了眼那。哎，你嘅3個我真係國際化呢。Mountain Song 開玩笑的。Mountain Song 呢？對啊。Just get 那莫里特。講起暗歡。哎，動力。好，來。跳下來衝2條歌的啦。那他答對了，對不對？哎，他對了。恭喜又得1分啦。哎，呂特區，你快啊！來，看下來，衝一條歌來。人海茫茫，人老人相逢係暗暗地，唔講愛獨當伊。任意雷風，就會動意。用3個字哦。Just get married。你吃寬啦。我幸福到半太假現現。Just get married。你比我更明義，對愛更疏下意。哇！呢個前行暗自厲害。哎，本來你嘅歌係冇平庸嘅神命誒，真係。唱落去，萬人都唱唔死，自家都唱唔死。祝幾位先生，祝壽生，謝謝。好啦。
呀，吹才拍一笔出来了。嘿，我拍一下，来，擂台吹拍嘛啥？嘛啥要出来唱？擂台吹，哎，王心怡只有一下吧。对啊，你没有跑，你的下巴会越来越大。你站我后面干嘛？你在提个片呐？没啦。你想，他说我要唱吗？还没轮到你呢。 还忙轮到你，还忙轮到你。那唱的时间，等他结束以后，罗哥说抢答我一条钱搞嘅有冇？你条有看到几两啥搞啦哈？知道哈？啊 ，OK 啊。啊，抢罗哥来吹题好吗？俺来出了，好嘛？俺来出，哎，送分题啊。送分题哦。老山歌了。老山歌。 刚刚吃饱，他饱困，饱困。亲，哎，我怎么找不到？青青河畔草。一个扣给我好了。情梦茫茫，都曾港啊。 相来呀，看我在身边呐。沙来嘿，我来出题。 比我还烂，对不对？我刚刚至少我还都念得出来。老山歌了，情梦茫茫，都曾港啊。 相来呀，看我在身边呐。台湾说唱，磨牙机啊！ 哦，俩黑条好 logo 的哦，好 logo 的哦，好来，好，敌了啊，请抢答，好来，你变过来就都对了，快慢先变到，蓝色打红色，快慢先变到，两位仙女加油！慢耶，两位仙女加油！来，慢个诶。 茫茫到心机啊！茫茫到心机，干死啊！这样团得出来啊！团得出来，团得出来啊！一简单呐！哎呦，按简单啊！按经典的歌诶，系嘛？情梦茫茫，哎，情茫茫的对。哎，唱咩后堂呢？毛笔原本的茶呢？我跟你讲，我们客家这个三太挑狗，抹该狗子做丢。哎，我吃的呀！哎，你三太挑很强势哎。原本就丢落去的，我讲哎呀哦，哎呀狗子迄个是。 给安尼过去老师去过先生哦，伊无教挨放也免唔跳，讲真。你无去过先生用干啥？伊口袋有先溜去咧帮来弹，迄帮来晓啊。对啊。好来，先唱，看我唱一条歌，我唱嘛。
不会唱啊啊！好来来，恭喜啊，恭喜你啊！哎，吕队去有点。好来，回做休息，回做休息，来，共爱唱一条啊！小兰姐妹抢筹哈。有情义的花蕊，无讲一声着离开，想来眷恋无滋味，我无值着你这款的对待。情茫茫茫到深天，醒来看无地心意，窗外伤好也替你安慰。情茫茫茫到深天，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高峰冲金曲，哎，是后堂，哎，听到这条歌，是，你就收掉，就收掉。那会才讲要30年前，迄当阵，是，我还阁是一个浪子的，你今晚不是浪子啊吗？漂泊，哦，结果我拜伫阮某的四六群下，是啊，你今晚是咧怨他，害我今晚。什么拢无法度做，因为就安尼慢慢就老去了。这首歌是不是老了？我还要接歌是不是？来，是要接这个歌是不是？没有，来，下一首，来各派一个代表出来，来，不要慢。然后要吹擂台吹，各派一下。加油！哦，好，沙雷嘿。来出题，出题啊！哎，来出题，唔讲下看能不能错唔错？考你啦！哦，你用马个板？平板，好来。阿二哥。真的比我还烂，对不对？我刚刚自责，我还都念得出来。对啊。歌词嘞？有要知道吗？你们团斗嘛？做对吗？做对。好来，做对，啪，团得出来。我做对就好了呀。不能想够冲100。不要太激动，哎呦，来彭一军，抢皮他。今仔讲的耶，咩衰唔提？衰唔提吧？唔错哦，唔错哦，有冇？然后要吹。无糖青的，来你再，每次场都只有一滴，再冲100，再冲100，再冲100好吗？再冲100，哎，你加冲我嘛？好来。一阵风来呀，一丝烟呐，一念流梦啦来呀，就唔见了天呐。好来，有好好一些的哈。来2位慢音笛，好来打吧。加油！哎，有吗？有没有很难？你们是不想答题是不是？不行，掉下来不算哦。哎，有嘞，彭一军。
來，唱皮塔。馬該。老虎跌鐵。老虎跌鐵。哎呦。老虎跌鐵。那邊連續答出這麼多題了，你們這邊要加油。你用腦筋出應用哎。不是我們答不出，是遊戲玩不過。夠唔過？係呦，嘅。也都冇辦法了。冇辦法咯。對啊，你們有遊戲要看啊，對不對？係啊。啊，來了，唱正確的，來。正確哎。對啊。老虎跌鐵，攞牌先。有啦有彈出啦。好來唱一下哈，那叫我唱。咁會，睇下會嘛？哦，來問住一個會啦。一空空嘅花，一層樓一絲夜一樣無窮夜天，有白公路，愛走出口，愛享受老一個。And I'll see you again。恭喜哈！來上嗰個買下製作單 B 啊，做埋用眼度過誒，結果係即刻衝唔好。都難嘅，都難嘅。幾好都係要企個先生，啊，拍攝先生拍攝啊，我要睇唔過真記唔起來。眼上啊，天拜堂都係說眼上，誒，今日有2幾個字。哎呀！好，恭喜恭喜啊！來，各自再派一個人出來，來。用主位拍馬啥出來？拍賣者。哦，嘉琪。哦，恐龍偶像。好來，皮哥先生，你教一下嘛，用行嘅就好了啦，好嗎？我們叫他們10秒後再出去。好來，那我指定一位啊，來，超隊伍來，出一題。那出一題，係啊，我做狗數嘅人。好，來用3個字來出一題。3個字，還有3個字，對，3個字來。小康老師麻煩你了。像那個手下先生聽難叫，你身體跳衝唔好。好，來。神功有神哪派，一般了般用，过去有的雄啊风浪，来去有。連從西闖到也開玩笑。你懂唔咧？對啊。哎呀，我拜你為師誒。你表演都懂哎呀，錯都懂。要團到啦啊！應該團得出來啦。好嚟，別看啦，來，加油！加油！啊，知道奇怪先生可能會贏。加油！阿貴，奇怪先生。英雄類。啊，對啦。英雄類。哦，是蒙猜的不？哎，來，搶最夜歸哈。哎，等一下，你剛剛是什麼？你偷換過來嘛？啊，都打不起來啊！這邊打不起來，這是這個問題。所以你要換是不是？你換了，他已經換了，也是打不起來，你還要怪什麼？我剛剛才換。剛才換了。哦，兩波呢？兩波後哎。等他吃寬啊。等一下再試看看下一位。就跟上次龍舟一樣。哎，好，叫他來衝2條英雄隊啊！好，他還是會衝2條過來，好來。來起來，過去的勇風來起來，過去的勇風來起來，過去的勇風來起來，牛郎牛的唱山菜，翻身又是一條龍，英雄淚不可流，英雄淚不可流哦。來拍一場，你們要加油啦，對不對？剛剛前面那個隊呼那麼強勢，對呀，1分都沒有得，那笑死人了。大家擂台，擂台吹，馬上來穩住。好，好來，好。還一條歌係防疫歌嘅有槍恐龍偶像。好來，啊，抽馬雞咯。來，講下，用落山歌好嘛？落山歌啊，落山歌做對嘛？啊，吃空了。不能唱得比我還好。
好来，开始弹了。有一点安全感。我给你安全感，什么意思？爱情和你定的那，sen发已经了，不再因你围绕那。有吗？很好啊！哦，谢谢你。真的，没关系，我应该淤青了。对，我辛苦了，辛苦了。我应该淤青了。很紧张。你扶一下就好了，你还捏我。哎，你唱的很有你自己的味道啊。有啊。哎呀，你没有说一定就那个西站音啊，有乜冇？哎，你这个再问你这你想冲防疫就冲防疫啊。哎呀，同好啊，同站。对，感谢。哎，后堂啊。好来，好，想好了哈，好，去打牌。好 ，OK， 打牌，去打什么牌？加油！来，我坐，还开一点。田军加油！哎，小心！知名啊，失利啊！田军加油，田军！你要直接打他。哎，我怎么听到2？来，本周。奇怪，为什么这边都打不起来嘞？没有魔咒。不是魔咒的问题，对啊，你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怪了。那个技术问题。还没关嘞，走也没关嘞。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来，本周马哥哎。偷偷喜欢你，噔。对。真捌解歌啊？跳。向量偶上嘅歌诶，跳，我聽假跳歌嘅呢，跳下要衝呢，要哈跳哈，乜人講嘅？彭一拳嗎？彭一拳講跳哦，哇！彭一拳講跳誒，把它解約，把它解約。唱歌，三老師，你10千號，哎呀，唔錯，走啦，答對了，好熱隊開戰，難得得一分，來，唱下強啊來，唱下跳歌誒，來，唱。好，你知不知道，生活已經不再以你圍繞，我一直有說到做到，不再讓你成為我唯一的煩惱。我很好，你知不知道？當我相信你已經能微笑，晚上我已經睡得着，只是夜裡幾點睡着，我不知道。謝謝。他今天擁有愛情，失去友情。哦，真的哈。對啊，然後朋友講兩條歌，跳，對啊，回去把它解約。回去跟你好朋友好好算賬，他對得起你嗎？好啦，兩位再各派一隊一個代表來，用吹各派一首。你吃下去了。他現在暫時不想跟彭玉君見面。好了，那我要吹拍嘛啥？好了，小蘭姐聽的人怕哦，你要搶，你用先來出題。好來，先來，呐，先喝水。來吞先來挑的好嘛？用3個字，好嘛？也係伴奏的嘛？全部就做的，因為唱嘅 Q 用做嘅頭。三太跳是做的。懂那個做懂那個三國必須國王的國後的開玩笑。哦，係嘛？唔過本節假線3個字，小 Ken 老師同結聽的哦。也係客語歌的哦。高崖來
哎，两条狗的同事他们用那个散台跳来冲呢，嘿嘛。所以他第2句有8个字。嘿啊。对。条案有英文诗嘞，8个字算什么？其实加工所有的真的对掉落。嘿啊，都说的哈。冲都有弥陀。冲断都说的。对。哎。好来，反派来。等下，係嘛變正過嚟嗬。邊張了。小蘭加油！还猛一听冲啊！哎，只是翻个牌就这么开心。哎呦，牌变过了就很欢喜哦。人家观音菩萨有同保佑哦。嘿咩？人家小兰呛皮他，你马狗哎。伢爸讲时间，爱没讲。马该，靠听哈。爱爸讲时间，爱没。爱都糖豆嘞，两忙糖豆。爱爸讲去了，爱没讲时间。哦。多带伢爸伢妹讲嘛个唔知啊啲咯。我弟啊。弟啊。哦，两条狗类是陈皮的狗的啦，跳好了，冲两条狗。好来，就第二边啊，对，什么先生？我没讲时间，说到忙，我用棒记得。我打讲去了，我没讲时间，太假好，我用棒记得。我爱认真，好合法，希望做得。高太假狗，哎，没搞矮来吗？有搞你多少？第一遍是儿子，第2遍是女儿。啊，还有太假嘿嘛，哦，他的副歌还蛮多遍的。他以后不知道他真的会不会教。哦，是孟小兰，抢筹。好来，小兰哦，厉害呢。厉害呢。答对呢，哎。好来，有保佑哦。各自再拍一个代表。给我拍一下出来，来。那也吹拍嘛啥？贤，来那个擂台吹。啊，擂台吹嘛啥？哎呀，心意啊！有上下。来，体位有抢到彭义军。来冲法二狗诶，开始嘞！赢2次，对啊，好厉害呢！哎呦，马狗诶！爱讲冲饭狗。哎呦，爱个三狗根本是唔高。狗命黑嘛啊！爱讲冲三狗，爱讲冲三狗啊！爱讲啊，个三狗都唔是唔高，爱先爱要冲。哎，狗命都嘛个。反二狗哎，反二狗一个狗手反二用2班来冲好嘛？好，2班，走的，哎，好来。千金了嘿那对呀，你讲了个那，也黑了咋那不言呐，给了口那。有米西哈，哎呦，冲到同我堂，哎，来反派，哎呦，用力讲，妹妹，太厉害，圈加油，哦，来，你看现在风水开始转过来了哈，闹年吹，来，橡皮它不一定对啊，你看黑吗？无言的。结局，什么？无言的结局，无言法啊，慢那个哎，无言法，罗哥的。别原谅他了。这首歌出来，他妈妈搞不好都还没出生。哦，没有，有可能哦，黑吗？有可能。敢冲？你冲吗？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啊！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噔。答对了，有屁啊！
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但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我哪有那么抬啦？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你这样下给他冲的呢？罗哥知道唔係用衝嘅，羅哥是也許哦，哎，要上東南呢，好難哦。我以前在唱的都很直接，哦，赤腳都很直接，也没有什麼多餘的花俏。啊，臉下唔會啊，臉下不會吧？現在因為老了，只好用技巧來掩蓋。花俏太多。以前都直通通的嘛。哦，是的嘛。氣好，你講一把聲嘛，衝嘛。對，好來。哎，各組派吹曬來哦。好來。來。農業吹係假期，擂台吹係乜啥？好棒啊！好，一拳。好來。兩條歌有請小來。總算啊。總算我你要衝過，你要衝嘛？衝嘛！哎，我用出本韓國的。我不敢啊。哎呀，什麼？女主持人，沒有，我應該走在你後面。你是觀音菩薩呢？不會，我們兩個為你開路。來，衝落山溝出來哈。好了哈。好，來。哦，兩條歌誒，客語歌誒哦。紅色該年華，歸天客那。你必發雄了。送上一類啊！精神可嘉。又英文出現。沒。好，來，好來，反牌，來。反牌。來，乜嘅歌？客家講師妹。客家講師妹。啊，對，我請他用那個念的。用歌詞念咪不能。用念就好嘞。歌詞。送色嘅煙花。Pretty girl，面必發雄，耀模樣。哦。Pretty girl。等等一下。唔算係唔。呀 ，Pretty girl 就係唔啲嘛 ，Pretty girl 係唔。Pretty girl 就是講什麼嘅意思？客家講什麼？誒，Pretty。唔識你唔識記啊你。唔啱吧？唔啱吧？唔啱。Pretty girl。Pretty girl。哎，哦，是嗎？好啦，是這樣。叫我來唱兩條歌誒。係 Pretty girl。客家講什麼？真情假意，我用心給你一個 sorry， 浪漫嘅情快隨天空，期待花開嘅愛情。This is crazy， 客家講什麼？沒有颱風嘅客家講什麼 ？If you love me， 客家講什麼？正愛嘅演唱派對，客家講什麼？正演唱的演愛。
对对，这样啦。嘿。好，为了公平起见，好不好？好，来，我们等一下在地上。吃了2组哎，有问题。哎，你是这样打在地板。哦。黑毛。哎呦。我跟你讲。很快你给他嘎，很快。你看。跳来妈东西啊。这个啊，擂台对，这输的不甘不愿。我们还没输，你们还没赢，好不好？哎，你条件杨东东我们赢几分呢？变鬼变怪啊，没有，对吗？用手哎，我们打地板。好，这样就没有理由了。就地板。公平啊！地板是硬的，好来，各自派代表出来。来，各自派一啥？来，派一 B。擂台主要派嘛啥？邱大夫来。邱大夫来。好，紧张。先啦，好来。沙来抢来稳住了出题。哎呦，稳住了。好，我冲一条防疫沟位哦。用平板好吗？好吧。莫用3个字，用平板，好。好。平板，好来，老师麻烦。躺好哦。这太冷门的歌了。冇得一点，你节目唔会啊？没有，这冷门的啦。哎，冇一听哦。唔是唱歌啦。我们要狗米青豆啊。冇可能，出来了。冇可能。冇可能啊，要反牌嘛。同你做，做反牌嘛。做得嘞哈。做得嘛。做唔得。叫佢先生唱大的啦，唔好意思啊。啊，做得嘛，做得哈。唔是哈。唔是啊。青菜团，好唔好？青菜团。好来，反牌来。哎，按掉了，姓商啊，鸟商，哎，给翻牌嘞，给翻后，来唱歌，马盖狗哎，你看那个风水一直过来了，对不对？马盖狗，哦，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哦，来，擂台吹，唔错，有答案吗？马盖唱歌，阿贵，有冇？鸡，哎，哪只鸡？肚脐的脐。哦，肚脐，肚是摇的鸡，饥饿的鸡吗？哎，鸡啦，肚摇，饥饿的鸡。哎，还真的有人猜得出来嘞。鸡，他对了吗？他对了，哎呦！女人现在不能抢车，哎，是蒙文忠，阿贵，抢车，哎，你叫他来冲2条歌，演冲的了。对，之后1条歌可能喺民族之家爱嘅，之家会点嘅。你冲的啊？其实你同好冲2条歌啊。同好冲2条歌啊。大白冲出就要点炸鸡。对啦，唱这个歌要很有客家味哦。哦，对啊。啊，可以表现一下吗？来，表现一下。没有，文总会。哦，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救我吧，哦，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鸡，我的炸鸡，我的炸鸡在哪里？鸡，我的炸鸡，你是人生的意义。哎，罗哥，有爱你呢？你不会冲也有点改感觉，你是人生的意义。哦，厉害哦！哎呦，我看这首歌真的只有我们节目才听得到而已。真的哦？对啊。唔会啦，真的啦。这家有人兵吧？还没有兵哦。来做节目有兵过，真的啊！好，来，那要出去擂台出去，各拍一下。再拍一点，来，各拍一下。好，稳住哈。拍一点，一片拍一点，好。先。沙来抢，嘉琪，来出题。
俩还一条汉语歌诶，汉语歌哦，汉语歌，用乐山歌来唱好吗？好唱啊！清凉好，来吃看了，好来。哦，哎，还有上演唱一唱，这较准啊！哎，较准的。这什么 pretty go？pretty go 好了，好了，反牌来。哎，来文准来吹的啊！他还跟，来文准真的有事哎，敢同对面讲。是的，我听得出来，看到没有？你是不是间谍啊？不是，奸细。这首歌太好猜了，雄厚团的啊，妹他唱得很标准了。对呀。然后爱立立田，什么歌名？童话马克。哦，你看你刚刚对面的跟你打 pass， 他嘴型做到我都看到了。啊，真的？几条啊就这样用。你在吹啊？他刚跟我讲完，然后就忘了。买那个哎。啊。吉娜。哦哟。吉娜过来，恭喜！谢谢佳琪哈，谢谢。佳琪，好啊，来，小吉娜。好来，唱我两歌来。嘿。做一个 pose， 证明后面给不谱，手头上摆动数种方法，怎么会进步？用它跳两个放一通老舞。啊，出来跳！放一通老舞。大家一起，走一步又一步，莫看不冲一步。你老爱另一天，把这快乐给树木。谁在你表面带着苦命快乐来跳舞？用它跳两个放一通老舞。全身都是财库，你知道吗？这里也是财库，这里也是财库，财库很多啊。哎呦，恭喜！没，那我应该吹的一步了。哦，谢谢赖文竹的放水。继续。好，烧了，可以拍一下，给我拍一下出来。各拍一个，好来。来。还没。哎呦，还要有请孟心怡。哎呀，来。哎，财库，不要这样。演唱的嘿，客家歌诶。好，能用马跳诶，本线。对我来讲，抹茶，都强用哈，都强用啊。我去平板。三口字。来，老师好。来，老师有请3个字。知道了吗？知道，好来，请翻牌，好了，加油！哇，这回知道是通灵吧？什么？哎，你会变唔够了？哎，有时候真的，哎，那不捧谁的大墙谁的吗？这个有点角度了。哎，加油！哎，
了，不要猜了啦。听不出来就擦鞋，擦鞋。朱炳君，刚刚在练习，他刚好一个角度。练习动球呢。来，马各位。50嘛，该是。勇往直前行。哎呦，勇往直前行，对。恭喜啊！有人团出来，有人猜出来。对呀。我觉得应该是有抓到关键。是啊。刚刚这边那个小兰，她有请她的那个观音娘娘，哦，有几个吹，应该有弹出诗啦。连赢好几道。连好几道，你看对啊，有请出来就不一样了。诸神下凡来，他们就知道了。哦，史梦心意了，先唱首。谢谢。哦，跳好了，冲2条歌，勇往直前。勇往直前行，爱勇往直前行，一个最远山的快点远航。爱勇往直前行，终于勇往直前行。经典的歌诶，来用吹枪，各拍一下。来拍一个来。来，马萨。观世音菩萨。我们小兰。好，廖吹彭一军。李下强朱平君。好了，来出题。问出题来，大家都有机会了。他这个都会冲。哎呀，剪吗？你要剪他，剪他运气是不是？剪不了了。一枪之前做唔得弯排呀，弯走哎。太好哎，真的嘞。他还不会张扬准了，对不对？嘛哈。来，朱平君，我冲嘛。冲平板好。平板来出题。好，他甲弹一下，看这个冲嘛。2条歌诶，嘿，汉语歌诶哦。太家了强啦，就冲了出来啦，冲到了你那头，爱落了山呐。唐出来吗？做得好，做得好，好来，反派，来，加油！麻住娘娘加油！哎呀，观世音菩萨，用粉色打墙什么？观世音菩萨，来，快点，快！面膜好好打，快来，没有。啊，金哥啊，蔡西嘞，啊！来，阿弟嘞，这墙是挺平的，太扁了。他赢2次了呢。对啊，懂厉害呢。马哎呦，马狗哎。爱讲冲山狗。哎呦，爱个山狗根本是唔高。啊？讲名黑嘛啊？爱讲冲山狗。爱讲冲山狗啊？爱讲啊，个山狗都唔是唔高，爱先爱冇冲。讲名黑嘛？自我怀疑。搞冲山狗啊？啊？2条歌用慢冲，2条歌用慢冲。爱猪先爱冇冲咧。爱讲你冲山狗。两把狗哎。冲多少年啦？搞爱。啊？哎呦。你了。恭喜他答对。他对了。爱讲冲山狗。对嘞。谢谢冯娟，谢谢。谢谢，好了，回头休息哈。来，跳下来冲2条歌哦。好来。跳下就冲出來，衝到你的愛落山，不分太陽也落暖，衝到山高冇半呀。人就來衝山高，你衝跳來愛衝你。就來打彩茶，你打老公愛的耶。
资本欣赏，各位。那年我们总共玩了13题了。两个单元结束咧。对啊，他卡就是谈的13条歌诶。嘿，13条嘿，流行歌词各位编奏。对啊对啊。客家三太调的歌诶。好嘞，好，我边脑热吹7分。7分。6分，真下海的单元来。请问第一歌词是讲山歌唔冲洗唔开，请现场创造出符合山歌规范的1、2句歌词。哎，从那边也可以进来。进去了。哎。你赢不过他的。没办法，来唱歌。这海基啊！来，那个开场来一下，哎，好嘞，哎呀，这单元很多嘛个。加数字比无。哦，安样会教呢？哎，第14单元是转讲一来。哦。哎。安样会转，安样会教。你看到你头前吼，连每天呢各处也派出一撒来了。哎。同分享一下，我们游戏王来分享一下，你安样办教嘞？哦，对。转快乐。我们会派一个代表出来啊。乒乓球来。哎，这边我听来哈。哎。唔要用 keep 的哦。哎，做我们的 Kiki 哦，没 Kiki 哦，用转的哦，哎，用转的，转乐有没有？哎，来，不见了有没有？不见了，你看不见了，好，你看他，哎，不见了，哎，放出来了，哎，变魔术有没有看到？来，我再来一次，再让不见了，来，2颗可以吗？2颗，好，2颗，来，好，有没有？有？啊，哎，他又不见了，有没有？你看，它又掉出来了啊！哎，对，还有1颗嘞。这个啊，失了另外。就这样玩是不是？对，我就2颗而已啊，你看我没有啊。对，这篮都你的。没啦，就按用啦，1粒就好嘞，高按用，不用到头前。哎，摸下来，有海蟹啊。哎，先放，就是先到达这边呢，就说是他体，比他们体，嘿，哪不出体，好不好？按用第哈，第一，把它捡回来，好来。各自派代表出来。你给老年出去拍嘛啥？小兰，来，出去拍出下体滚，走嘛。走，哎，他真的跟冯翊君闹翻是不是？不想跟他为伍啊。对啊，他一直想要出来站在这里。对，好，来先出题来。来，请问下边那一只是 DL 太牛罗斯峰的英文名的哦？1. Lost Phone。2. Duffy。3. Daniel。来，好，来，请开始。请开始。转乐，来一个，来，拿球，快慢些拿过去。莫轻气哦，莫轻气哦，哈，有啊，别我跳前去真的比他了哦，皮克欣赏到嘞。来，抢转到 V 的当空，来，哎，唔怕，小兰姐唔怕，同坚持呢，了解客家精神，比莫好哦。来，阿贵欣赏，1、2、3。Lost Phone 3，他不是最会掉手机的男人 Lost Phone 吗？没。对呀。嘿啊，起码掉手机的一个男人啊。对呀，俺名没有那 Lost Phone。大牛啊。哦，故说给他名哦 ，No Daniel 系嘛 ？Daniel 3号。OK， 恭喜。他对。阿贵得分，阿贵，雷腿吹。啊，恭喜！阿兰输太了哈，形象专业当头哈。好，下轮那叶吹拍马啥？好，来再派一个代表来。来，那叶吹主旁军。好，平均来。来，吕腿吹，恐龙偶像，你真的可以出来了。俩一条一本太极啊，看一种董强的相片。董强哦，有辣酱哦。欢迎哈。哎呦。
哇，这个是这个是彭佳慧嘛，对不对？好瘦啊！史艳文吗？也差不多，史艳文差不多。有像。好瘦啊！那有穷，苏远文。那有穷。有后面那个马尾很像。好哥。对啊。有讲嘛。这 Lisa。这板子是难得一见。对，百年难得一见。这个下颚线。对，刚好灯光挡到哎。要这样子。来，助理来。这句话太多了，是不是？好啦，请问金曲歌后吉娜在客家制作嘅演出伫杯度，出现像哪一位人物？就系两张相片。耶，史艳文，一 Lisa， 三马意思，陈金佩。好来，好来，准备就绪，来，赶快拿球，好来，好，看谁先转过去。来，哦！摸下来，转地球。彭君先进去哦，彭君先进去哦。这球有冇你按球？有冇再按球呢？你听球诶。带准了。来，好，答案。朱平君，看清楚。我觉得1跟3不是，答案是2。Lisa 对不对？他对耶。但是你说不出口，对不对？所以刚刚我说1跟3不是，谁说不出口？他说1跟3不是，哪里不像？懂枪啊？剪一下。长得枪中的嘛？给你我有说我舞蹈一样吗？我是说长得像而已。好了，就派一个代表来。第3题。闹热队，赵德武来。来，擂台吹彭一拳。彭一拳来。来，我来出題咯。好來，準備好咧哈。來，那下邊哪一位唔係扮演節嘅傳說人物？1. 宋岳，2. 吳剛，3. 牛郎織女。嫦娥、吳剛、牛郎織女。好來，拿球。哎呦，很輕鬆哦。你看，你懂球哎！來，擂台吹。彭一拳，唱比他3牛郎織女，牛郎織女係嗎？他們不是都是中秋節出來看月亮的嗎？他們不是在看月亮。我們同隊，他是七夕，我們倆才是不一點，他才是不一點。我剛剛被氣急攻心。牛郎織女不是也是在月球啦？沒啦，與人鹊橋。牛郎織女是在月球嗎？不是嗎？不是，不是，它是鹊橋，七夕跟時間啊。我懷疑了一下。哎呀，七夕啊，你講話很有說服力。好可怕啊！哎，他對嘞。對，好了。影片的牛郎織女就是七夕跟傳水人物啦，所以他不是啦。就是7月7號的時候會搭鹊橋，所以他跟中秋節是冇關係，那株草莓。就是中秋節前1個月又1個禮拜。哦，不是滿月對不對？沒有，7月之後。好了，好來各派一個代表來。下一題，浪月吹梁賢賢，擂台吹彭心怡。兩代美人，哎呦，準備好嗎？兩代美人，兩代美人，為什麼是誰是上一代？對啊，不是同一代嗎？誰是上一代？這是舊時代啊，舊時代了，這新時代了。這是福氣代，這是寶寶代。搞不好你真的可以生他的。沒啦，如果很小不懂5歲怎麼生？5歲怎麼生？5歲是狗的年紀嗎？是狗的年紀還是乘以7？5歲7 35。好了，來出題嘍。好嘞。請問客家話白蘭圖係乜個意思？1. 胃口清後，2. 清胃肚食痛，3. 清吐司的東西。白蘭圖，好來，開始拿球啦。白蘭圖。哎呦，哎，往邢以前嘛，錯嘛？是嗎？邢宇軒對不對？我剛看好像先掉出來呢。冇先，他蠻錯嘛。應該係邢宇軒嘿。來，白蘭圖係乜意思？胃口清動後。1嘛，你就講1、2、3。清胃食係嘛？老眼強用，老眼強用按油切。哎，錯。他對嘞，白蘭圖。
Q 巴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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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个巴兰度有跟人的度是由巴兰按会装啊。哦，OK 好，那恭喜答对了哦。第三人是毛图。哦，恭喜吕特吹沙雷。哦，安尼哪年吹拍出嘛啥？拍卖，哪年来加起来。来。加起吕特吹来稳住。俩一体是猜哦，唉，我真是不舒服。他还做这么大，暗胎，黑毛。小 K 老师，这个你看得高兴吗？我刚刚在 Lisa 那一题我就不高兴。哦 ，Lisa 那一题就不高兴。Lisa 那一题你有什么好不高兴？人家出题嘞，来让大家看一下颜值低峰的部分。哦，来，欢迎他俩表演哈。你要出什么题？哎，俩种胸片哈，胸片哎，这对我们啊算了。俩胸片底部度那一位係你腦捏大擂台嘅首席樂團團長兼顏值擔星小強先生。1、2、3啊，哪一位？好，來開始。好，加油！加油！哎呦，加起來會撞人哎。對啊，他也是攻擊性蠻強。對。哦。佳琪贏了。加加起。赖文卓先跌出来，赖文卓先跌出来，他早就掉出来了。没看到。对啊，我一直觉得你没掉出来哎。你生小孩是不是也很快？第二个很快。第二个。哎，有就稳住先了。他第二个哦，跟人家在聊天聊一聊，说哎我先回家了。哎呦，哎怎么掉下来了？路上谁的孩子啊？这样子吗？很厉害。哦，俩三种胸片。1、2、3是哪一个？呛肥他赢一三黑马啥？小强老师3号吗？他对嘞，哪年有礼貌嘛？哎，听以后连产生的朋友呢，袁建比哎，哎，他真的很像哎，哎，这个有枪，可恶，蛮像的嘞，哎，真的呢，枪啊，有问过人家吗？他对嘞，有一路的对。哦，俩踢咋哎，转进来俩就搞到俩嘞，杀了 round two。哦，这个单元怎么玩那么短啊？还有 round two。哦，来 round two 啊。加速资飞网有加在单元啊 ，round two 啊。哎呀 ，round two 来搞呀。哎，好了，哎。加单元 QQ 高一。好 ，QQ 高一啊。哎，拜托高一啊，拜托，哎呀。高一啊。啊，高一呢 ？OK 啊，挑眼前的。哎呦。哎，你挑高一就高管呢。来，1、2、3，走 ！Daniel， Daniel， 你是不是太小看你自己的体型了？我跟你讲，如果前面有那个海绵的话，我就跳了。真的哦，海绵呢？把它拿过来，海绵。这我知道他们没有啊。好啦，俩就还有俩顺丰有个有没有？那个锤子啊，哎，你会搞俩。好，我们有球，这个气球，啊，用锤子，嘿，打，嘿，其实挺简单啊，听呢，打过去，嘿，哎，你用吹按用打过去，先过去的就过关，就说在肥摊问题了哦。对，很简单。按用低嘛？啊，简单哈。OK， 好来。用低哈，来，Q 不用俩 ，Q 你拿的吗？拿的呢哈。按用，然后你吹乐拍，罗哥。还刚高过呀？高过啊，你还蛮高啊。好，哎，擂台吹同演冯行义咯。啊，讨厌。你知道吗？好，来。好，我站在这里。好，你出题。准备好，来 Q 本哈，来出题咯。第一题，请问，下面嘅人物哪一位讲法会有牛嘅客家腔调？牛，很浓的客家腔。1、杨婆婆，2、董叶发，3、好久备啊！抢开始！心玉，卡位太厉了吧！哇！我是卡位，打排球，我是挡他，王心玉挡住，哎，罗哥过关了啦！好啦，我知道啦，董叶发啦。董叶发最喜欢吃什么？油亮亮的油鸡呀。油鸡来嘛？它对。又香啊！又香的油鸡。这个董志成真的也是个哎，董秋呢很传奇耶。对，很人才啊，真的是。哎呦，很厉害。哎，安永就恭喜擂台吹得到1分。好嘞。下来，哪年吹的派出马啥？赵德武来。赵德武，擂台吹，哎呦，还好没掉。你终于派上用场了哈。
难讲啊，东南贡。好来，这球给你。好来，我出题哈。好来，呛门啊，呛门啊，比嘛，哎，同学，呛门啊，用面的，反做法语很默解。好了，预备起。哎，耶！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假搞啊，假没？对啊。你差点。不是你太用力了啦。对啦，姐，你插板没有进。对啊。没有得分。不是你不是插板，他是那个打到篮筐。哎。篮筐啊。篮筐。篮筐。那头还嘛个东西？蜻蜓。蜻蜓。哎呦，恭喜你答对啦！答对嘞！哎呀，这也不好操控哎。对啊。就是还是要慢慢来。争议分则太快。不要急。我很慢呐，我是用走的去。你刚很急啊，我很急吗？很急。哦，真的。就急着想要进洞。我急着想要下班。哦，想要下班。哎，好。好来。沙雷第3題，農業區派出馬啥？主評員來。主評員，你的擂台吹恰。小康老師嗎？哎呦，对对对对，哎，请小康老師代表表現哦。來，對。哎呦，又要來了，又要來了。我想要用不要放音乐，用弹的，看啊，用弹的，用吉他弹可以吗？用吉他弹，吉他还是键盘？吉他，他弹我弹，他弹啊，他弹。哎，你干什么啊？你弹干嘛？你现在请你出来啊！我呛出来那。你以为你是什么 solo 吉他手吗？来，对，弹吉他。你看，我就说他是音效师。好可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因为长得比我不好看，我才请他来。这个乐团长得比我好看的，我都不会请哦。所以那真是举世无双了呢。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假弹的啊，他们全部都是假弹，真的，他们都靠技术的。你说宝玉老师也没有你好看吗？哎，在某方面是这样。对。好啦，请就回题，答对位置好不好？来，比他问题 A B 耶。好，来。Q 的先拿灯 ，Q 的拿灯。来，我出题了哦。我出题了，好来。客家傳統嘅山太調山歌，講求押韻還有歌詞嘅意見。請問第一個歌詞係講山歌唔衝洗唔開，請現場創造出符合山歌規範的第2句歌詞。哇，你挺難的吧？可是你是農業 band leader 哎。對啊，這歌詞平常又不是我負責的，你只負責旋律的。對啊。你 opening 啊 ，opening 就嚟記。山歌了那衝啊，心路開喲。拉嘢無腳無開，哎呦！阿公拉嘢腳開咩？押韻啊！哎，腳無開拉嘢無腳。係啊。哦，有押韻嗎？有。以後還不能答題，你出去了嗎？沒關係啊，我先講，你先進去，你就講這個答案。好不好？不是，他搞不好還想不到哎。哦，對不對？哦，搞不好他也進不去啊。好了，好，來看誰先進球。好了，預備，好了，預備去。哎，從那邊也可以進來。進去了。哎，也没有说不行啊，对不对？来，朱本云坐正了嘞，你赢不過他的，沒辦法。對，認輸了啊。贏輸了。多多倆欣賞沒辦法了哈，來搶攻。這還記啊呢？來那個開場來一下，哎。好嘞，
叫毛快，来毛姜叫毛快啊！符合山歌规范的听音乐歌词，有押韵，还有歌词。本来是山歌毛葱，心毛快嘛。来毛姜叫毛快。要慢都高呢。我不想，没有，我刚才临时想的啊。你凶哎啊！好厉害哦！我还以为你的脑袋到底是比爱因斯坦还值得研究。都是装这些肮脏的东西。真的很强。用错啊，唔错啊，用做得冇？做得，哎呀，做得，厉害。啊，用就喺擂台吹第一鼓咧。哇，掌声鼓励一下，哇，太强了。做得，做得好，来，弹一下拉回去啊！你看他们还是要放配乐。你有没有这样讲？你跑好快哦，你跑很快。我快点。哦，快转，好了。对。沙雷，嘿，今晚还一题，人也吹恰家旗，擂台吹恐龙偶像。好来，恐龙偶像来。来，请就比赛位置。对。准备好吗？哎呦，用哎，没事，怎么了？好，拿出题喽。好来，好。来，请问半夜班系 Q 拉几月几号？好了，半夜班好了，预备，开始，好来。哇！不能用手哦，不能用手哦。恰家旗，他好几，魔案简单呢。家旗同杆跳呢。家旗还会把别人的球打走，哎，断掉了，他锤子断。他先打你的。没有人看到我打你，是你打我。我看到是你打他，哎。你也很厉害呢。你打都团体呢。打都团体人。惹不得了，这什么哎？你很凶悍呢。到了，对。我不顾一切，黑嘛，真的。不择手段。就两个不择手段。没，养了哦，家旗，请问系 Q 来几月几号？半夜班。半夜15号。谁都知道，小学生都知道，这完全是送分题啦。出这种题目什么意思呢？好啦，恭喜啦啊！恭喜！让吹得到一分。好。那我们制作单位还有新的吗？啊？还是用这个？用头前就好嘞。好吧哈。我等下2集就用抢的好嘞啦。还是用比回答的。用麦克风。好嘞。好，下来下一题，然后要吹梁先生，擂台吹赖文忠。来站好站。女儿。阿妹。我用吹啊。没有啦。你们猜拳，你们先猜拳，输的拿短的。我让小孩。你要让他。你要让他。他搞精神有没有交代？我技术比较好啊，我让他。哎呦，那这样子好不好？弄，我这比较好控制你哦。对啊，还没安弄哎。那这样好不好？你要边吹，然后。跟懂打伞，你懂你用钩嘞。嘿啊，这个就是对了，你也知道了哈。好了，来出题喽。在一场跑步比赛的尾度，小兰结果咧第1名，请问小兰亲密的时间是第几名？小兰追过了第2名。本来第2名，那他追过第2名。他不是本来第2名，他追过了第2名，他最后是第几名？好，来，预备起。哦，梁先生，来，梁先生先过关嘞。哦，错吗？还是你？哦，要个动作啦。个尖的啦。来，尖的。来，梁先生，请问是第几名？第1名。第1名。哎呦，恭喜啊！答对了，那念出得到1分。厉害。他本来是第3名，追过第2名，他就变第2名了。对，好。题哈。这个也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好，那 round 2比赛了。下轮 round 3咯。还有 round 3啊，来。第3轮。好来。国凯老师，我们
国高老师咬到了。小兰，Andy 制作单位讲，观众朋友想要看你识表。嘿，哎呀，唱识表，识表唔用说。嘿，哎呀，冲跳，中下跳你那冲跳爱勇士啦。好的，啊，也是单元的。挤眉弄眼，心一饼。吃饼啊，为公子吃饼。对，这很简单呐。其实你就是把饼放在这边，有没有？哎呀，哎呀。示范。对啊。我也要吃吗？吃啊。哎，就我们两个示范给他们看啊。痛啊！景佑姐哪里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差一点点。雨安哈。啊。哎，我脸那么长，我还比你快。对啊，所以很算厉害啊。我可能长得比较立体。表示我颜面神经是正常的。是吗？我只是脸比较远。远。我的额头距离我嘴巴比较远。哦，会吗？会比我远吗？我这一段就比你长。好了，你赢了，好了，这毛比的啦。对，然后这样就提了啊。就按勇告他要提哈。好，按勇，你会显得也要这样啊。哎，现在算是拉我们节目主 key 了。啊，对。来，配乐，预备，好来，好。浓烟吹，小康老师。我觉得小康老师，哎，他偷懒嘞。他好像有带外套，现在没有穿。新的舞步哦，漂移。哎呦 ，Michael Jackson， 哎呦，不是，噔。太厉害了吧！好强啊！你真什么都会。对啊，你有没有厉害？我以前是，哎，我跟你讲，长得不帅的，真的要会很多东西。哎，真的，对，不然就追不到，很容易被演艺圈遗弃。真的，不是演艺圈而已，一般人的社会。是我爸遗弃。一般大部分很有才华的，很有才华都基本上长得很普通啊。哦，真的。例如是什么？像我就才华就不太好。他应该是才华洋溢到不行。他才华洋溢啊？哦，真的。因为你说如果以这种普通的话，他就是才华炸裂，那种长相，有没有？哦，对。我反映下你擂台出现彭丽君，请坐。我只是来弹琴的，不是吗？对啊，对。你每次都是来弹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每次都出来。你这样制作人会不会多拨钱给你？哦，有吗？讲到拨钱，对啊，有吗？我那边还有上次那个除夕特别节目对的红包袋，他还没给我。红包袋，有钱还没钱？红包袋没钱啊，没钱，你要红包袋干嘛？除夕拿个红也好啊，对不对？对啊，分一块万哟，喜气啊，对啊。我跟你讲，这个制作人哦，我跟他讲说，我来，小康老师你来玩游戏啦，他讲我做对啦，玩游戏做对啦，对啊，吃东西听听啦，不是吃东西，我跟他说，我老婆不在，你下一个游戏可以就是老婆不在，我们男人可以玩的游戏。哇，这就可以啊。结果他就弄了这个，他说以后我老婆不在，我如果瘫痪的话，我可以。老婆如果要出门，就每天帮你这样。对，这样放一碟。要我先练习就对了。哦，真的。很好，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我谢谢你。对啊，没有，我刚已经示范过了，示范过了，就瘫痪的时候。可以，你比较快会用到。没有，我也可以用一个方式啊，把它圈在一个圈起来，但你只能吃这一圈啊，你还要有人帮你回过来。你就自己。也是啦，因为你应该就颈部以下瘫痪而已。他不是我。好啦，乱讲来出题的啦。来。好啦，题目是金曲歌王罗时丰，近年来经营网络网络影音平台，请问下杯哪一个选项是俩最近大牛比较懒的主题之一？一，去你家蹭饭；二，去武器走；三，
去你的娱乐！他为什么已经吃了？他已经在瘫痪了。我知道，他已经这么沉浸式入戏就对了。好，来，请开始。好了，来，开始。加油！哎呦！哎，小刚老师，你快输了！赢了！你输了啦！你输了呀！哎，你还要再训练一下，你还是不要太早瘫痪了，你要训练一下。他比较适合。喂！哎呦，等一下，充电会比他问题。现在哈瘫痪哦，已经开始年轻化了。对。好，1、2、3是哪个选项？去你家蹭饭。去你家蹭饭。哎呀，大家有空看一下啦。哎，恭喜答对了，答对了。来，恭送小 K 老师回家。哎呀，谢谢小 K 老师。你可以把饼顶在肚子上放回去吗？哎，好吃哈。哦，是呢。对啊，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很饱。他刚刚也吃一个。而且我刚刚也吃一个。我们事不过三，好不好？啊，来。好，下一题来。今晚下一题，农业吹小兰。啊，小兰。擂台吹国凯老师。哎呦，来音乐，哎，林古凯。来。同手同脚又来，同手同脚。故意的好不好？故意的，你是故意的。你可以不要同手同脚吗？是不行。来，抢手，请坐，好来，好。小凯老师这一题可能比较为难你啊，哎呀。为什么为难？我都还没出题，因为他不一定认识啊。哦，你看到题目了哈？对呀。我要出题喽。OK， 好，我要出题喽。对。好。呛共锤。但是绝对不是你旁边这一位啦。哦，是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想也是。对。但有可能是你后面这一位。我觉得你最好等一下好好回答。没，先出题。你要凭良心回答，好不好 ？OK， 凭良心回答。好，来，好，请出题来。呛共出，先创3位，讲什么个行业的名哎？3位漂亮美女客语名字。3位，真的吗？你凭着良心。OK， 好不好？因为你眼光看到了，好不好 ？OK。好了，预备。哦，他已经开始准备了。你是干嘛？你是预做瘫痪准备的。好了，预备，开始。国凯老师，国凯老师，我们哦，国凯老师咬到了。你要放回去哪里？做对了，你掉下去。掉下来，做的不用转移啊。唔怕难输了呀。输了，唔怕一样的。好来，请讲出3个。哦，那就3位。罗哥最爱的啊。哎呦，吴心义。冯心怡哈。五强哎。好舒服。你等下让我不舒服，我会打前面。还有嘞。第2个啊，虾嘎。最后一个，最后一位。那就6。那啥，来。不要挡住我嘛！我没有挡住你哦，我在你后面，我怎么挡你？没关系，我挡住他。我挡住他。六轮。第4位。哪有第4位啊？有吗？下次的。曾宝玉啊，郎朗玉某奖吗？帮用奖。你又没说，就现场这些而已啊。后面不是现场的吗？对，郎朗玉算不算？郎朗玉有奖吗？绝对算啊。黑嘛，第1名了。哦。被粉丝打。小兰，你制作单位讲，观众朋友想要看你失表啊？嘿，哎呀，呛失表，你失表没有事。嘿，没有。冲天，你在冲条爱勇士啦，哎，挤眉弄眼。而且小兰姐她给她劈的当中留下一条刮痕呢。哦。不是，给他变勾起给片，他留下一道刮痕。不是，我跟你讲，他饼放在这里，你要挤眉弄眼啊，他只是在挤嘴巴而已，他上面又没有动啊，你要上面也要动啊。
嘿，木竹屁孔都会挺通啊，漳州的湿嘞豆。你他妈跌下来啊！再吃一百，再吃一百，再吃一百，加油！兰兰姐加油！哎呦哎呦有！哎呦哎呦，不动了，哇！这个视角，这个视角，这个症状很严重，这个视角，这个严重，这个视角有些在营养。好嘞，你用数好了，你用数。哦，辛苦了。哎呦，你要不要换小兰姐？3位讲 C M？ 绝对不可以，多可怕！好啦，他对嘞，什么？国凯老师有缘，国凯老师哦，什么小兰姐姐？好，谢谢国凯老师。哦，什么？谢谢小兰姐啊。好了，下一题，农业吹恰嘎起，来落一推吹，来，我们的 strong one， Strong One Mr. Strong One， 你怎么跟你打鼓一样那么快？哎，你怎么知道我很快？为什么你刚刚什么音效出来？对啊，你完全没有音效嘞。我没听到哎，有音效吗？刚刚有。哎，喂，怎么会是这个音效？你给鼓手这个音效对吗？中秋节不是上礼拜重阳节。来，壮老师上场。壮老师，第一拜呢。来，初体验，初登场，处女座哈，就献给处女吃闹热啊，真的哈。哎，你眼睛这么小，看得到我们？有啦，看得到荧幕哈，都看得到齐亚姐啊，看得到，很清楚啊。如果不清楚你就瞎了。你有看到我的美貌吗？哇哦！哎，那种很漂亮讲，董强啊，很漂亮，就是董强这样。董强啊，董强，嘿，超美貌啊！好，佳琪准备好了啊！哎，我要出题喽，我要来出题喽。来，等一下出题。来，饼准备好了吗？好。抢焖客家炒牛客家小炒这道料理，青州跟演营黑哪一个因素最早的起源是？1. 供应的口味还有习惯，个人口味跟习惯。2. 祭祀习俗。3. 上腔下来的剩菜再利用，哦哟，引一3是哪一个？好了，请开始。哎呦，壮，哇塞！哎，佳琪，你这样输的真的很那个嘞。对啊，饼放下去就到你嘴巴了，你还输。整个饼跟你脸都差不多大了，哎呀。对啊，其实他应该壮老师2倍远呢，厚死了，厚死了。哎，哎呦，你吃到很那个1、3那个。来答题来。对，客家小炒的原因是哪一个？是2吗？拜。你问我吗？你觉得啊？你吃到会哪一张？也有可能是3呢，有可能的，是吗？那你要赌看你的赌运吗？我很喜欢吃客家小炒，哎。哦，真的。对啊，很喜欢不代表你知道他为什么。我不知道。那猜一下，团一哈。原有。我跟你讲，赖文竹很容易错，反指标。对，他是反指标。嘿，那是2咯。但你哦，那2吗？2嘛哈。啊，那就2啦，他对嘞。客家炒牛青州的演员，他因为很传统，他讲应该祭祀文化。祭拜嘛。农业沙皮底波度，农业社会要办祭拜，对。祭拜祖先还有10几年时间，我会准备3牲。3牲啊，为了避免浪费啊，给祭祀结束以后呢，给你拜过个猪头牛啊，用豆腐干还有葱蒜会一起下锅炒。对。因为按用清简单啊，又好保留。对。古时候就编做客家炒牛，是因为祭祀的关系。反而这样变成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一道料理。你给名菜就留下来。对，好，谢谢2位安志生，谢谢。Strong，初体验的壮，为擂台队得分了，壮，赶快回去打鼓啦。不错所以你叫王壮是因为壮吗？
他不想称自己胖，所以他叫壮壮。结果跟骨没有关系哦，不是壮的关系哦。硬要讲，那就没关系啊。好了，下一组来。那要吹竹旁云，轮的追往西。好了，向筹。很吃亏，你看我的鼻子这么挺，真的很容易。你等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吃亏。这个饼过去，你的鼻子会留下一道痕，你就会丑。好，我出题喽。向冲出同熱講有關係嘅客家歌。哦，熱講哦，有關係呢客家歌。唔好俾他衝出來。一條最後是不是？一條最後，冇一個多條。好，來預備起。來。郭晶瑩。對不起，他知道了。你是故意的。來，朱婉雲。夜公公秀才郎，也個故事我已經從細聽到大。港到。需要哈姆立克嗎？來，我幫你。可以，好了。突然好了，是不是？給到。哎呦，夜公公抽過關。恭喜！你是不是故意掉地上？真的沒有，我很認真。還是你不想吃？他聽到我說會脫妝的時候，就故意掉地上。怎麼可能？我都。好了，結巴了是吧？發揮客家人節儉的精神，雖然掉在地上，還是要吃。好，慢慢的吃了哈。好了，沙來下一題，讓一吹兩線線。好來，恐龍隊，恐龍牛兄。好來，錯了，好來。哦，又出這種問題。好來，請出題。好，這個我不想念。你不想念？嘿，好吧。交給你哦。來，高本。請說出孔鏘老師的3個優點。孔鏘老師啊，不是小鏘老師的3個優點啊。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眼神，你們2個小心哦。管他什麼，反正我知道小鏘老師的優點，他長得讓人很有自信。他的存在就讓人很有自信。這也是一個優點。有自信。對啊，好了，預備，開始。哎呦，我多嘞，哎，沒有哦，沒有哦，不好意思啊。梁靜謙，哎，恐龍偶像怎麼每次都差一點？他都在擦邊框。他已經在邊框那邊磨來磨去了，奇怪呢。你搞個 Q 咩嘿？奇怪啊，今天就他可能就是讓女生到不到位，OK，有可能。袁贤賢，3個優點，講不出來嗎？手很快，彈琴，很敏捷，彈琴，還有呢？我覺得都不會跟外貌有關係。手指長，手指長嗎？你是沒有看過手指長的人嗎？彈琴的手應該都比較靈活，然後比較長，這樣子比較按得到，比較短才靈活。他的手有點像甜不辣呢。對啊，你彈鋼琴老師的手，他算啊，我知道，五短必有一長，所以他手長，對不對？哦，那你就說他很長，這樣就好。嘿，手很長，對啊，手很長，勉強，五短必有一長，這可以。還有嗎？那會再有一點。你外表嗎？還是？隨便啊，都你覺得啊，在你心目中，你覺得小鏘老師的3個優點就好了。這麼難嗎？暗難嗎？很可愛，偶像。哦。樂隊界的偶像 idol，樂隊界的偶像。就是怎麼樣都死活說不出來跟外表有關係的事情，會嘴軟，對嗎？來，我聊。哦，是猛恐龍偶像，還有賢賢。對，不能昧着良心啊。真的哈。哎呦，你的分數統計出來了哦，建議今日總成績，然後去13分，雷隊去13分，兩吹2分，做得嘛？所以按那個一般 K 兩吹平分，一吹前進。哎，半夜班後
告了，也是也表，对吗？啊，今天大概要告多少一口告了哈。我觉得今天游戏设计的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蛮好玩的。对啊，又可以玩又吃得饱。最加分的又是老师们愿意出来，对，突然要的共襄盛举。出来3位，还有其他的。对，人人有机会，人人都轮得到，人人有机会。下一次哈，哎呀，下一次我会不会以后就看不到另外3位老师？以后什么闹热挂电话。好啦，好，今天这个动文艺动猫嘢啦，吼，哎呀，好聪国的朋友们，给我夹夹的报名。给他打电话来，6叫6676等他这个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哎，还没有多谢安尼特别来宾哈，特别朋友啊，是否辛苦了？恭喜请上小江老师大乐队，拜年快乐，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我们记得，你就要多支持我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哈。